間中都會流露出童真嘅一面。中意玩千秋啊、上滑梯啦。我哋三個都係咁嘅，其實。都仲係知你中意玩。中唔中意去玩波波池啊？中意啊！勁中意係。我哋上次去玩波波池啊，真係。係啊。而家佢哋三個出街，好多時都會被歌迷認出。想好似以前盡情咁玩，已經唔容易。佢哋暫時將唱歌當係課外活動，賺到嘅只係一份經歷。當係玩，但係認真㗎，係咯。而家咁樣即係一路做嘢一路玩咧，咁就會點講咧？有底線咯，即係唔會太過分。係咯，唔會玩到出火咯。唔會玩到忘晒形。不過佢哋對待呢份課外活動又的確好認真。隨着自由到底怕什麼？開口說我都小氣過，他朝會變大氣一個。好似呢日佢哋要錄新歌，Hilda有啲肚痛，但係佢都冇同工作人員講，仲忍痛繼續錄落去。即係唔係非常之痛到喐唔到嘅啫。我仲識跳㗎，係咯，仲識講嘢都係啊，即係唔會痛到真係攣埋一嚿咯。再沒有相欠。遇到困難，佢哋已經學識唔會輕易開口講俾人知。Hilda 講下傾嘢啊！有咩心事梗唔講㗎啦。喺暑假佢哋入過紅館，喺一個歌星嘅演唱會度做過表演嘉賓，又準備推出大碟同開小型演唱會。對呢三位小妹妹嚟講，絕對係個難忘嘅暑假。用攝錄機錄低咗佢，大個睇。未來佢哋各有夢想。Renee 話想做護士，Hilda就想做時裝設計師。而家寶就諗住讀完大學先決定做邊行。不過佢哋三個都話大個咗唔會做歌星，喺細個嘅時候嘗試過，經已無憾。娛樂圈瞬息萬變，下個暑假係點，冇人會知道。無論如何，呢隊成立咗大半年嘅樂隊，今個暑假喺舞台上嘅經歷，將會成為佢哋大個之後最難忘嘅童年回憶。以下落嚟，請收睇。